曾志希受惡疾所苦，全身爆香汗不藥而癒，直呼好神奇。黃思純綜合報道，女星曾志希近來受到鼻子過敏所苦，晚上無法好好睡覺，只好求助醫生，結果醫生要她去跑有氧，最後竟然鼻子就通了，她也忍不住讚嘆運動療法的效果好神奇。曾志希發文透露，最近因為鼻子過敏超嚴重，導致他晚上也無法好好睡覺，雖然一直有在依賴鼻噴劑，但越噴越頻繁，但效果卻不顯著，眼見情況未改善，他只好尋求醫生的幫助，沒想到醫生建議他去做有氧運動，而曾志希也聽從醫生建議，跑完有氧一身汗，沒想到鼻子也因此通了，讓他忍不住驚呼好神奇。網友見狀也紛紛表示，跑步是可以治療過敏的，用汗排出毒吧，我之前也是不舒服，持續運動就好了，完全不用吃藥，吃點益生菌可以改善，運動有時真的比藥物來的管用啊。